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咱就到换命美娘的单元，希望继续要来跟咱分享主耶稣教咱的祈祷文。马太福音第6章9节到13节，咱都熟悉的吼。希望过来读一遍圣经，再来分享。马太福音第6章第9节，所以恁祈祷爱安尼讲，咱伫天里的爸，愿人拢尊你的名做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伫地面，亲像行伫天面。阮用的啉食，今仔日赐予阮，免了阮的罪，亲像阮免了人的罪，无互阮拄着试探，救阮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拢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咱今仔要来分享第13节，讲毋通互阮拄着试探。试探就像考试同款吼，这个试验、试探、考试，其实对人来讲吼，拢是一种亲像咧写作业亲像伫面对迄个未晓的宿题同款。主耶稣教咱祈祷讲，咱定定思想，无互咱拄着试探。当然，天下故事内底讲，神会试探人哦，试探是上魔鬼的，神会甲咱考验。但是伫试探中间，其实就是神的考验。咱若想讲学生囡仔读册的时阵，就是才着考试才知影讲你是有学起来无？你会晓未？你会晓写无？若会晓写就100分。若未晓无读册可能你就是无及格，红字哦。但是这是一种试验这是好的为着要看到咱好的成绩，咱有好的成绩莫骄傲咱若成绩无好，咱就较努力咧但这试探就是讲。毋免拄着，也去拄着。拄着是足歹解决的，这就是试探，超过咱的能力，超过咱会当担当的，这就是试探。啥物人要来试探咱，互咱超过能力，无法度担当，互咱超过咱的迄个担当的迄种大头其实就出于魔鬼。魔鬼用做试探人，神讲毋好做的事，咱偏偏去做。所以咱甲看。一只鸟人讲为着食，为着食啦会去用转去就走入鸟篮内底。鱼会去用网起来。伊本来自由快乐伫海底游，但是当试探来的时阵，就是讨海掠鱼的人趴网落去，哇！这鱼就去用掠去掠去离开水面，袂当呼吸就死去可能当新鲜的时阵，就伫鱼市场来拍卖拍卖了后，人就带去抬抬了就去煎、煮、煎、杀，就真做真好食的菜人就食咧巴肚底就吞落这拄着试探希望嘛拄着一寡呢，感觉讲真正主要所甲咱保守。伫咧过年的时阵厝内面发生一个代志就是厝里拄有朋友教会兄弟姊妹来泡茶，泡到正暗才半暝2点外的时阵。人家拢走我家己一个伫阮厝的楼骹我就甲倒面搭轻轻款款的杯甲洗洗咧，因为上好查甫人就是会替太太做家事家己保甲袂臭臭其实希望感受到讲这家庭的生活，那咱就是爱照圣经主要所讲彼此相听，因为咱彼此相听，人就看做咱是主的门徒。所以伫教会服侍，互阮体会学习到，就是会当彼此相听。对倒位开始呢？对你上至亲，也就是太太、先生，你后生查某囝，厝内面的人、爸母甚至亲戚朋友，一直扩张到外围去。等我杯洗好，倒款好势，哇！拖着亚神的这个身躯，想要去你房间休困的时阵，这是我太太大声喊着喊我的名啦我想讲是毋是厝里小朋友等下伫厝里安尼坐要徛爸爸安尼要到爸爸的面前困要甲妈妈塞奶。所以我听迄个声我想讲等一下我起来囡仔再甲抱进的房间就好嘛，那就无安尼很大声呢等一下迄声音搁较悬，搁较尖，搁较急促。我想讲是啥物代志安尼赶紧就对楼骹撞去咧楼顶。哇！这个时我听到迄个阮兜外口采光罩迄啥时贼仔入来啦！
结果吼，他走去呢，我就去了吼，就无看人安走去呢。阮太太吼惊一个，当然咱有信耶稣吼，感谢主阮就做伙祈祷。我才问我太太讲，他拄是啥物情形？伊讲吼，一个无熟悉的少年家走入来厝内啦。我嘛听一个嘛真紧张吼，有安怎无？感谢主吼，阮太太讲，伊无遐倒入来啦，就吼安尼，雄雄安尼吼，感觉讲雄雄醒起来安尼，因为迄个房间有迄个地板吼，大了地板甩，甲我体重无共嘛吼，人无共款，啥无共款，阮太太就醒起来，醒起来吼，电话是细拍，看一个无熟悉的少年家伫遐个问讲，你要创啥？伊嘛讲袂出来啊。原来吼，已经偷摕我厝里内面的物件啦。偷摕啥物，其实我嘛毋知吼。感谢主，我去的时阵啦，我去楼顶房间的时阵，无看到伊摕啥物物件去，钱嘛无损失，一台新买电脑吼嘛无去，惊一个吼，我赶紧报警。警察局吼，都伫阮的头前尔呢。所以当咱感觉讲上平安的所在吼，这贼仔吼，实在是伊感觉讲迄是上好作案的所在。当然啦，咱相信吼，伊若继续做贼啦，有一天，我哪会叫警察抓着吼？人看袂到，神会甲咱看到。你做好做歹，神拢知影。所以我相信吼，希望伫遮讲这个见证吼，我亲身的体验。或者这位查拉先生吼，嘛听到这个广播声音，我希望你会当改变。我嘛帮助你祈祷，求主耶稣，互你会当改变吼。我伫咧想讲，假使讲这歹徒入来吼，是举刀啦，还是举枪啦，还是做搁较安尼咱想袂到的动作吼，真正吼，伫这试探中间吼，咱毋知要哪去面对。所以我心内吼是足感动的，随跪落来祈祷，感谢主，互阮会当安尼伫这试探中间吼得胜，无伫这试探内底失落去，因为主甲阮保护，及时我的太太醒过来，人嘛无安怎。当然有时有一寡损失，但是我相信这个损失拢袂当比拼讲咱得来的平安很宝贵。所以听众朋友，咱毋好做歹，咱或者无一定信耶稣，但所有的宗教，咱有读册，老师老师嘛拢教咱来做好。你若无做好，佮去做歹，你正做试探的人，其实试探是上魔鬼的，安尼你是属鬼的人，鬼会掠去啊。所以咱求主耶稣帮赞吼，咱有耶稣的恩典，有耶稣的爱通倚靠，有足侪代志互咱安尼闪过免落伫试探中间。咱看起来是咱的，咱无一定甲保守掉的；咱看起来是属我的，但无一定咱有法度甲固守掉咧。要死都是一万年的代志。一个朋友讲咧开车的时阵，囡仔坐伫正边，拄迄车吼倒滑，倒滑的时候哪知影讲迄车故障啦，故障吼，这车门吼规拢飞出去。因为囡仔是趴伫迄个车窗在看外口路人的马路的光景，结果这门飞出去当然囡仔嘛做伙飞出去，做爸爸才足感叹的，足感叹的啦。囡仔伫我身边，我嘛无走甲救咧，要甲解救嘛无一定救会到。感谢主，好佳在后壁无车来呢，伫迄个夜市呢，伫迄个真老街的所在呢，嘛假使迄时阵台车过来，凊彩一台车就好啦吼，落来教一个指一个囡仔就死了。咱有足侪信仰的体验吼，是主耶稣的保守，互咱免去试探。所以咱对这试探来讲吼，真正是咱想袂到的，超过咱能力的。但到伫耶稣内底，互咱免去迄个撒旦魔鬼来的试探，互咱免去迄个恶毒歹者的试探。所以我定咧想，若有歹人来，咱当然报警察；若有贼仔来，咱当然希望讲甲抓起来，毋是爱讲伊受处罚，甚至受害。丧命毋是安尼，是毋茫讲伊会当做好改变。所以主耶稣讲，无互咱拄着试探吼，无互阮拄着试探，这是耶稣基督伊甲咱承担，互咱看袂到危险，咱无必要担袂起的迄种患难，伊拢甲咱承担咯。这叫做无互咱拄着试探。愿主耶稣保守咱，所有兄弟姊妹，所有听众朋友伫各地，拢会当安尼祈祷，耶稣会安慰咱，互咱毋免拄着试探。愿主耶稣祝福大家平安。